哦，耿霸农场，耿霸农场啊，耿霸农场哦哦，玉米啊，现场采收玉米，水果玉米呢，哦，水果玉米，看到这个咖啡色的，看到这个咖啡色的就是成熟了，这小小颗就长得这么好，这叫白龙王，白龙王水果玉米，日本品种白龙王，有机友善，有机友善栽种的，小小颗的就能够长得这么漂亮。没有农药的最好哦，现场采收，很快乐的。东山哦，东山哦哈，哦，你看玉米田啊，玉米田，哟，你看你来采收的很便宜呢，现场采收很便宜的，一岁10块钱哦，去买的话很贵呢。哦哦，你看向日葵还很漂亮的，哦，你看北边的向日葵也很多。你要拿着，来照一张相。哦哦，现场采收，现场采收的，对，现场采收的，现场采收的，好漂亮，好漂亮。哈哈哈，谢谢谢谢。哎呀，你个南新国中的西边啊，迄算一个，迄公园路哦，一个铁家院艺术建筑啊。好嘞。还有蔡长训。这是金字拍的哦 ，OK。伊个公长军教授度化气天神。是。因这底迄咱做会通灵，从迄个气天神讲话来。好啊，你好。迄就好。迄个什么话？迄人个空军啊，是开飞机的啦，开飞机的，做自开黑拢人个拢求到的呢，连神明都求到了。开飞机的啊，剑桥英烈传那，剑桥英烈传那个开飞机的，为国牺牲的人个个性基本上都求到了，求到那里让超脱生死轮回。啊，这神是几百当年。我给你准备啊，然后再做黑米茶，让泡茶，爱让加哦。哦，你这么有心哦！还有那个用糙米粉做的米饼干。啊，那你在搞这些哦？啊，你这是无这多变哦，真正是的。啊那诶，跟爸爸这个。可以吃啊，你可以打卡。哦，跟爸爸这个样。你有那个美术馆可以打卡。对啊，可以再帮我按赞打卡。哦，搞，对，当设计师。来吃看卖。不，谢谢啦。这是什么？套开啊，会当吃，啊朋友买，啊等于你家这包送你。啊你谢谢。美米茶对啊，国币瑞亏好诶，所以只是诶，它是熟的。优秀优秀。这样搞，那谢谢，对有心。50，然后剩50点，对啦。这样搞，用这个爱开偌济钱本钱的。这个一开始开发就会浪费比较多成本。哦，对。过来让设计迄个产品。哦，谢谢。把农业当做企业之一。哦，赞，谢谢。优秀，青年来农夫，这样搞，嘿嘿，这样搞。哦，只剩下1-2天而已呢，只剩下1-2天而已哦。跟爸爸，哦，跟爸爸，哦，谢谢，搁结缘，哦，搁结缘呀。
那永兴呢，现场采收玉米很便宜呢，一穗才10块钱哦。现场采收还有好了，很忙了。采收的快乐。谢谢。向日葵花了。谢谢，要离开了，在东山哦，东山哦。圣贤国小北面那边那一条路往东哦，是路边是采收树葡萄的，1斤50块。这里是北边，有一个更北边的路。向日葵啦。